台500億起10檔的三英線，今仔正式通車咯。新北捷運公司是嘛宣布講，未來展開2個月免錢的試營運咯。今仔解破新聞，咱就請蘇眉帶大家來了解，會當安怎來使用這條新的捷運的路線。是主播，這捷運三英線今仔日正式通車，若是對主體工程105年7月開工開始算，拄好是趕佇咧滿10檔進前通車。頭拄只下晡2點是已經開始試營運啊。未來這2個月試營運的期間到8月31日，逐工的早起10點一直到暗時的8點，只要你是摕電子票證的，就會當免錢坐車。三英線全長是14.29公里，計共有12個站，伊是串聯土城、三峽到鶯歌3個大行政區。目前佇咧這試營運的期間是規劃佇咧尖峰時間6分鐘一班車，離峰時間8分鐘一班。未來是5萬公會當拼到2分外鐘就發一班車，按算講，逐工的運量是會當達到4萬人次。也若是正式營運了後，大家就會關心講這車錢的部分到底是安怎收？三英線要納入 T-Pass 基北北桃通勤月票的範圍，要規劃這上客的回歸，只要是用電子票證坐車，滿200塊就會當回歸50塊。過去這三峽甲鶯歌地區，因為是無捷運系統，大眾交通工具主要攏是靠公車。這陣三英線通車了後，咱若是對這路線圖來看，往土城頂北的方向，就會當接到捷運板南線，往邦橋台北車頭上方到南港。也若是火車方面，是會當選擇佇咧鶯歌車頭班車，是會當就北往台北，落南往桃園。也若是觀光的方面，較出名的景點，親像是對三峽站出來，就會當隨到三峽老街、清水祖師廟；也若是妃仔老街迄站，是會當串聯鶯歌老街、妃仔博物館等等。這生活機能的方面，台北大學這站是這條路線當中真重要的大站，5萬是會當協助學生通勤，也會當到文子公病院。也若是往桃園的方向，今年5月，中央是已經審議通過一條基本設計工程經費，按算講未來是要甲這三英線繼續通到桃園八德，甲台北甲桃園的捷運串聯起來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破新聞，咱甲鏡頭交轉來給主播。